好，来乡亲啊，继续来看南投鹿谷乡的初上国小，只有41个学生，每一个学生拢认真来练武术。而今年的全国杯甲南投冠军，拢拼着冠军，摕金牌。南投鹿谷初乡国小的武术课程，今年伫咧全国的比赛摕到金牌，这会使讲是学校用心栽培10年的成果。全校的小朋友都学习武术，1年级开始就学了太极拳、太极扇、太极剑以及小六合枪。那我觉得最重要的是需要给他们一个表演的舞台。校长家己嘛甲学生做伙练武术，透过武术培养学生的耐心，还有运动表现。我每天早上7点来学校的时候，都会过来中庭排练。之前比赛的时候，我原本不会打，到现在练习之后，我去比赛了，得到了金牌。学完武术就会感觉专注力比较好，身体比较强壮。可以看到他们有自信，然后心性很沉稳，在各方面的学习表现也都很好。用武术培养因的自信心，训练运动精神，甲合适团队的合作，希望初乡国小会当继续摕金牌夺冠军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